歡迎收睇今日天氣焦點。寒冷天警告現正生效，你都要注意保暖。現時溫13.3度，相對濕度88%。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寒冷嘅天氣，同時一道廣闊雲帶覆蓋華南，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雨，天氣寒冷，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。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清涼，本周中後期天色好轉，氣溫逐步回升。一股清勁嘅東北季候風會喺今明兩日為廣東沿岸帶來寒冷嘅天氣，隨住季候風逐漸緩和及被一股較為乾燥嘅偏東氣流取代。本周中後期廣東地區天色好轉，氣溫逐步回升，日間溫暖。今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